有氣象專家指出，講包圍風颱照目前的路線是正親像正典型的西北颱，風颱會閃過中央線尾，阻擋甲破壞，會引進西北風。西半部的雨空間會真大，嘛恐驚會造成真嚴重的損傷。咱特別請萬婷帶咱做伙來關心風颱的影響。是主播，強烈風颱包圍是當咧向台灣架過來。雖然這風力是已經有小可減弱，而且路線嘛流到我向北邊，不過對台灣也是會有真大影響。氣象署佇咧下晡2點半是已經發布海上風颱警報，按算佇咧明仔載就來發布陸上風颱警報。即屆這風颱包圍，除了風力真強以外，嘛是一粒真大粒的風颱。以暴風圈的半徑，上大是有到380公里寬，佮規個台灣就強要同款大。無這風颱嘛是以每點鐘15至20公里的速度佇來行駛，按算佇咧拜五暗時就會吸到台灣的陸地。根據氣象署的資料，全台灣是有超過10個縣市，攏有90%以上的機會會受到風颱影響。主要攏是集中佇咧東北部地區，這就甲即屆風颱路線有關係啊。因為即屆路線是非常類似西北颱。這西北颱就是講，這風颱的中心是為台灣東方的海面向西北方的方向來行駛。重點是袂受到中央線尾的破壞，所以伊的結構是真完整的。通常是會透強風、落大雨，造成真嚴重的災情。這台灣就愛做好防災準備來提懸警戒。為氣象署雨量圖，咱就會當看到講，佇明仔載日時，在北部甲東北部這雨勢是漸漸來轉強，一直到拜五暗時，一直到拜六，雨勢是上明顯的。台東以北的地區就要特別注意大水雨的情形。整體來講，這對台灣影響上大的時間就是拜六。以上就是風颱包圍上新的消息，咱將鏡頭交轉去給主播。